屏东的一个明阳国际工厂发生火灾，造成消防也有一个员工呢，总共有111人受伤，9个人过往。目前也有一个员工失去联络，消防人员今日继续去找。屏东县政府早起也公布明阳3项过失，包含存放超过管制量30倍有机过氧化物，无提供厂房内面化学品的资讯，而且无派专人去协助救灾等等，会依照消防法，甲这间公司罚240万。空袭机持续伫空中监测，屏东明阳国际自治工厂的大火，造成消防员甲公司的员工拢总111个人受伤，9个人不幸过往。有的罹难者敢若找到已经烧甲真严重、无完整的遗体，而且部分要爱做 DNA 的鉴定，加上也有一个员工失联，消防人员2、5要继续咧找人。我所属的位置离那个爆炸点比较远一点，我们想要逃，可是没有接到指令。现场有其他的干部在啊，还有叫你们做啥？没有。有员工讲，消防员打入去火场了后，发生头一届的爆炸。不过，迄当阵工厂内底并无人下疏散的指令，再去检方、监视、甲火调人员去现场做勘验。现在屏东县政府嘛调开记者会，公布明阳3大违规的事项，只能够储存1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。但是目前依据相关的谈话记录、相关的事证，我们判定它储存了3000公斤。除了放超过30倍有机过氧化物，以消防法罚30万。明阳工厂内底有机过氧化物有3种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煞干提供一份物资安全资料表。剩的2项是事后调查才提供的，等于是无依法确实提供厂区化学品的种类、数量等等抢救必要的资讯，嘛甲罚60万。也是有机过氧化物，但是 F 型，它里面也标示加热可能导致火灾。明明向经济部登记是一般的工厂，不过煞放过量的危险物品。另外，工厂管理权人无派专人去现场协助救灾，嘛甲罚150万。3项违规的过失加起来，拢总甲罚240万。明阳董事长中昼搁一届去现场，对县府的指控，伊讲有路的部分要来厘清。更细的细节我不清楚。明阳伫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就已经去互经济部下令停工。劳安局讲已经有成立信托基金来协助伤亡者，不过有员工的家属烦恼赔偿的问题。23委托屏东环保协会代理申请假扣押。县府讲会追究相关负责人公共危险、甲过失致死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